一寡人休困日来到屏东雾台乡无意中观光，发觉讲车路涂骹哪有铁钉仔，有人上济一届捡到29支，逐支长度算的拢有10公分长。警察即卖已经开始咧调查，嘛较接派人来到现场巡逻。假使若是查到有人乌白咧遮野铁钉仔，就会依法送办。屏东县雾台乡的樱花季和游客客的这个七彩岩壁，常常拢请真侪游客来遮看，安尼嘛来带动当地这个观光发展。不过，即马所有民众伫个路发现到手链入一枚铁钉仔，甲算看拢总有29支，逐支拢是尖利的，伊的长度有10公分。因为这个钉仔竟然拢甲压伫个雾台乡的路的顶悬。真的是有很多人来，所以那个真的有点危险。如果有钉子的话。这尼啊含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摆来发生，对去年开始，有真侪车友都煞咧伫个面车社团抛出讲，车链常常去互铁钉仔插破去的经验。佮表示讲，这条路对这个24.5公里到管经台这站，会使讲是规路拢有人咧压铁钉仔。希望底下过的这个车友都爱较张持咧。就很缺德啊，就会担心啊，就是难免还是注意一下。我们在近期之内有加派警力。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问题，会增设运动型的那个摄影机搜证。警方嘛已经来调查，佮有派人来巡逻。假使讲若是有查到有人遮尔啊夭寿遮切恶，挑工伫个路野铁钉啊，就会用公共危险罪甲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